少年总曝晒的青春光，互大家看到上澎湃的台湾板豆菜。其实咱办得无输外口餐厅安尼，咱嘛是会使嚼饱啊嚼匀啊。一阵年轻30岁少年人，想要互大家看到30年前的板豆文化。无安尼，所以角度啊，我会掠较悬的，我拢会手工去做咧，架皮皮的才会。下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等日忙，咱做伙来做梦。